由香港工會聯合會牽頭，集合勞工界及商會團體共同籌辦政府支持嘅全港行業模範之星評選活動啟動禮，於6月7號隆重舉行。活動特邀行業模範之星評審委員會主席、工聯會會長吳秋北、勞工及福利局署理局長何啟明致辭。呢個係香港歷史上首次建立制度化全行業覆蓋嘅勞動模範表彰嘅機制，標誌住我哋對勞動價值嘅尊崇。呢一次嘅評選，正係要將呢啲喺平凡崗位上做出不平凡嘅勞動者推向前台，讓社會見到佢哋嘅光芒，讓年青一代呢係找到前行嘅榜樣。我哋將推動特區政府將表彰制度化，讓模範之星成為香港年度嘅盛事。特區政府咧，我哋係十分支持我哋咁多個團體由工聯會去牽頭咧，去舉辦呢個嘅行業模範之星嘅比賽，真係需要去表彰一啲做得好嘅人。我哋而家希望咧，透過呢個價值觀嘅推廣，令到我哋香港唔單止係一啲係高技能嘅人咧，係可以俾社會、俾市民見得到，更加係俾一啲我哋有心喺唔同行業、唔同崗位上面嘅做得好好嘅人咧，可以俾人哋見得到。喺全體嘉賓嘅矚目下，勞資政三方代表將大會標誌放入光柱，並宣布行業模範之星評選活動全面啟動。呢個模範之星嘅選舉咧，可以咧令到我哋咧嘅工友咧可以獲得認可嘅，同埋咧令到佢哋咧更加有積極同埋向前嘅心咧，去努力咁去發展佢哋嘅事業同工作。最主要就係呢個活動可以俾我哋打工仔嘅一個勞動嘅肯定，咁啊令到我哋打工仔咧就更有信心，可以更加向前，更加去為香港嘅社會做得更加好。行業典範，全城共讚。行業典範，全城共讚。